藝樂壇年度歌曲大獎。呢個獎項咧就喺4個曲風嘅最後5強入邊投選出嚟嘅，係現場咁多位一人一票投出嚟。冇錯。好，一齊嚟睇下人形樂壇年度歌曲大獎嘅總投票人數先。哇，緊張啦！哇，6858票。唔錯喎，投票率真係。呢首歌所得嘅票數係2087票。緊張啦！我望先。OK。好，你嚟公佈啦。嚟啦！人形樂壇年度歌曲大獎，嘿嘿。ATV 我覺得就超級多謝 Mega Phil 啦，多謝我嘅 AM 團隊啦，多謝 Mira 11位兄弟啦，多謝監製 Ever Chan 同事 T-Rex 啦，亦都要多謝每一個中意 Hey OK 呢首歌嘅所有人啦，同埋上號啦。跳唱歌喺任何嘅音樂當中，其實係冇分邊樣難啲，邊樣唔難。其實所有嘅音樂都一樣係咁艱辛嘅條路可以，所以我作為自己嘅歌迷，喺每次推出跳唱歌嘅時候，我都想做到最好啦，將自己最有 passion、最有期望嘅跳唱嘅道路，我想行得好啲。所以希望大家繼續中意我嘅跳唱歌啦 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嗰啲獎先咯，我哋仲有2個獎，仲有2個個人獎項啊！咁不如我哋首先